自舊年資深藝人思明因病離世以嚟，圍繞佢身後事嘅爭議就從未平息過，到而家都仲係全港茶餘飯後最熱議嘅話題之一。思明嘅安息之地究竟喺邊度？骨灰由邊個保管？長子李永漢同家族其他成員之間嘅矛盾又走到咗邊一步？呢啲問題好似一團解唔開嘅迷霧，籠罩住成個李家頭上。而就喺近日，一位關鍵人物終於打破沉默，首次公開回應咗呢件牽動全港嘅大事件。佢就係思明嘅妹夫，香港知名藝人鄧梓峰。呢位喺熒幕上一向低調務實嘅綠葉演員，近年逐漸淡出公眾視野，近日卻因為重返 TVB 主持節目而再度出現喺大眾面前。只不過令所有人意外嘅係，佢喺鏡頭前談及亡妻姐姐思明時嘅態度，卻冷淡得近乎決絕。知情人士向本刊透露，鄧梓峰其實早已對李家內部嘅紛爭睇得一清二楚，甚至早喺思明離世之前就已經察覺到某啲唔對路嘅跡象，只係礙於身份同情面，一直冇公開表態。而家佢重返熒屏首次開腔，既係因為節目需要，亦係因為佢覺得有啲嘢再唔講就嚟唔切。據現場工作人員回憶，當日錄影間隙，鄧梓峰獨自坐喺休息室入面，手揸住一杯凍檸茶，表情凝重。有人試探性咁提起思明個名，佢只係輕輕嘆咗一口氣，講咗一句意味深長嘅說話：有啲嘢唔係我唔想理，係理唔到，亦都唔應該理。呢句說話雖然簡短，卻喺圈內迅速傳開，被唔少人解讀為鄧梓峰對李永漢掌控思明骨灰呢件嘢嘅間接表態。要理解鄧梓峰點解咁謹慎，就不得不從思明離世前後嗰段最混亂嘅日子講起。思明喺生命最後階段其實已經相當虛弱，但佢最牽掛嘅始終係自己嘅身後事點樣安排。只不過令人唏噓嘅係，呢位喺熒幕上光彩照人咗大半世嘅資深藝人，喺最後關頭卻發現自己連一個安穩嘅長眠之地都冇辦法自己做主。有消息指，思明生前曾多次表達過希望同先夫李小龍合葬，或至少安葬喺某個佢心儀嘅地方，但呢啲意願喺佢離世後似乎都被擱置咗。更有圈內人爆料，思明去世後冇幾耐，其骨灰嘅去向就成咗一個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嘅秘密，而掌握呢個秘密鎖匙嘅人，正係佢嘅長子李永漢。呢位長期喺內地發展，偶爾返港嘅李家長子，喺母親離世後，以一種幾乎令人措手不及嘅速度接管咗骨灰嘅保管權。至於佢將骨灰安放喺何處，係咪遵循咗思明嘅遺願，外界到而家都一無所知。有傳媒曾嘗試追蹤李永漢嘅行蹤，但每次都撲個空。佢似乎刻意保持低調，又似乎喺度等緊某個合適嘅時機重新出現喺公眾面前。而呢種神秘感，恰恰係爭議最大嘅來源，因為越係唔透明，外界嘅猜測就越係洶湧。鄧梓峰作為思明嘅妹夫，同李家嘅關係本應相當密切。思明嘅妹妹，亦即係鄧梓峰嘅妻子鄧小群，雖然並非娛樂圈中人，但因為姐姐嘅關係，鄧梓峰多年來同李家也算走動頻繁。據早年同鄧梓峰合作過嘅同事回憶，鄧梓峰喺思明在世時對呢位大姨姐相當尊重，逢年過節都會上門探訪，思明亦一直視佢為半個仔咁痛愛。只不過思明離世後，鄧梓峰卻明顯同李家疏遠咗好多，唔單止冇出席任何公開嘅追悼活動，甚至連私下嘅聯繫都幾乎斷絕。有消息稱，鄧梓峰曾試圖透過妻子鄧小群了解思明骨灰嘅下落，但得到嘅回覆卻令佢心灰意冷。據知情人士轉述，鄧小群曾對丈夫講過咁樣一句說話：佢哋李家嘅事，我哋插唔到手，你都唔好問啦。
呢句說話背後嘅無奈同辛酸，恐怕只有鄧子峰自己最清楚。而真正令鄧子峰決定唔再沉默嘅，據稱係近日發生嘅一件事。有消息指，李詠翰喺內地嘅一啲商業活動中，被發覺喺某啲場合有意無意咁提及母親思明個名，甚至有傳聞話佢正喺度籌劃同思明相關嘅紀念活動或紀錄片項目。呢個消息傳出後，圈內譁然，唔少人直指李詠翰係喺度利用亡母嘅名氣為自己鋪路。有娛樂評論人喺社交媒體上直言不諱咁寫道：思明一世英名，晚年卻要俾自己個仔攞嚟擋搖錢樹，呢係何等悲哀！而呢番說話雖然尖銳，卻道出咗好多人嘅心聲。鄧子峰喺得知呢件事後，據稱心情相當複雜，一方面佢為思明感到唔抵，另一方面佢又深知自己一旦介入，只會令事情變得更加複雜。最終，佢選擇咗一種看似冷漠，實則深思熟慮嘅方式來回應。喺重返 TVB 主持節目時，被問到相關問題，佢只係淡淡咁講咗一句：佢唔想同李詠翰有任何瓜葛。呢句說話被在場嘅工作人員聽得清清楚楚，隨後迅速喺圈內傳開，成為近日最受關注嘅一句說話。有趣嘅係，鄧子峰喺同一場合仲被問到係咪知道思明嘅安葬地點，佢嘅回答同樣耐人尋味。佢話：等佢哋自己講啦，我唔會主動問。呢句說話表面上睇係一種唔干涉嘅姿態，但細心品味之下卻暗含心意。咩叫等佢哋自己講？呢意味住鄧子峰其實知道有人掌握住呢個信息，只係嗰個人遲遲唔肯公開。而我唔會主動問，就更似係一種自我保護嘅宣言。佢唔想被捲入呢場漩渦，亦唔想俾任何人借題發揮嘅機會。有傳媒分析人士指出，鄧子峰嘅呢番表態其實係喺度向外界傳遞一個信號。佢知道真相，但佢選擇唔講。而呢種知道但唔講嘅姿態，往往比直接否認更加具有爆炸性。據稱，思明離世前嘅最後一段日子入面，曾有一位神秘訪客多次出現喺佢嘅病房外，但從未正式進入探訪。呢位訪客嘅身份到而家都係一個謎，有人猜測係李家嘅某位親戚，亦有人懷疑係同思明生前某啲未了事務有關嘅人。而鄧子峰喺被問到呢件事時，只係沉默咗好耐，然後講咗一句：有啲嘢知道嘅人越少越好。呢句說話令在場所有人都倒吸咗一口涼氣，因為佢暗示住思明嘅身後事遠比外界睇到嘅要複雜得多。有圈內資深人士分析，思明作為一個喺娛樂圈摸爬滾打咗幾十年嘅老藝人，佢嘅人際關係網之複雜，身後利益之牽涉，絕唔係一個簡單嘅骨灰放邊度嘅問題所能概括嘅。而李詠翰之所以遲遲唔公開骨灰下落，好可能唔單止係因為家庭矛盾，更涉及到某啲唔方便對外言說嘅利益考量。講到這裏，就不得不提李詠翰呢個人。作為思明嘅長子，李詠翰喺公眾視野中嘅曝光度遠不如佢嘅母親，但呢並唔意味住佢係一個無關緊要嘅人物。相反，據多位同佢有過接觸嘅業內人士透露，李詠翰係一個相當精明且有手腕嘅人。佢喺內地嘅發展雖然唔算大紅大紫，但喺某啲特定圈子入面卻有着唔少嘅影響力。更重要嘅係，佢非常清楚母親思明呢個名喺香港娛樂圈嘅份量，亦非常識得點樣利用呢份遺產為自己創造價值。有消息指，李詠翰喺思明離世後，曾經接觸過多家媒體同製作公司，試探性咁提出合作意願，內容都同思明嘅生平事蹟有關。雖然呢啲接觸最終冇形成具體嘅項目，但其意圖已經相當明顯。有圈內人半開玩笑咁話，思明走咗，
但佢個名仲喺度幫個仔賺錢，呢大概係佢自己都冇諗到嘅。呢句說話雖然帶住調侃嘅意味，卻亦道出咗一個殘酷嘅現實。而鄧梓峰之所以話睇透咗李詠漢嘅意圖，據知情人士分析，係因為佢作為一個喺娛樂圈浸淫多年嘅老江湖，對呢種套路實在太熟悉。鄧梓峰自己雖然唔係咩大紅大紫嘅明星，但佢喺 TVB 幾十年嘅經驗令佢見過太多類似嘅事情。一個藝人去世後，家屬利用其名氣謀取利益，呢種事喺香港娛樂圈並唔罕見，但發生喺施明身上，卻令鄧梓峰格外無法接受，因為施明唔單止係佢嘅大姨姐，更係一個佢真心敬重嘅長輩。據同鄧梓峰相熟嘅朋友透露，鄧梓峰喺施明去世後，曾經對身邊人講過咁樣一段說話：我唔係唔想幫佢，係我幫唔到。有啲嘢一旦俾人呃住咗，你再點努力都攞唔返。與其去爭，不如等佢自己浮出水面。呢番說話被認為係鄧梓峰對整個事件最真實嘅內心寫照。佢唔係唔想為施明討回公道，而係佢深知喺呢場博弈中，自己根本冇勝算。更重要嘅係，佢唔願意令自己亦成為呢場鬧劇嘅一部分。值得注意嘅係，鄧梓峰今次重返 TVB 主持節目本身就頗具話題性。據 TVB 內部人士透露，鄧梓峰嘅回歸其實係高層反覆斟酌後嘅決定。一方面係因為佢喺節目中嘅表現一向穩健可靠，另一方面亦係因為近期嘅熱點話題需要一個有份量嘅嘉賓嚟撐場面。而鄧梓峰喺錄影過程中嘅表現亦確實冇令人失望，佢既冇刻意迴避敏感話題，亦冇過度渲染情緒，而係以一種克制而精準嘅方式回應咗外界嘅種種猜測。有現場觀眾喺社交媒體上寫道，鄧梓峰嗰日嘅狀態好特別，佢講嘢嘅時候對眼一直望住前方，好似喺度對住某個睇唔見嘅人講嘢。嗰個人大概就係施明啦。呢種充滿畫面感嘅描述雖然帶有一定嘅主觀色彩，卻亦從側面反映咗鄧梓峰喺嗰一刻嘅真實情感。而當被問到會否出手幫鼎爺索回骨灰呢個最為敏感嘅問題時，鄧梓峰嘅反應更加係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。據在場嘅多位記者證實，當呢個問題被拋出嘅瞬間，錄影現場嘅氣氛明顯凝固咗幾秒鐘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緊鄧梓峰嘅回答。而鄧梓峰喺沉默咗大約5秒鐘之後，只係微微搖咗搖頭，然後用一種幾乎聽唔出情緒嘅語氣講咗嗰句後來被廣泛引用嘅說話。佢唔想同李詠漢有任何瓜葛，冇解釋，冇猶豫，冇任何多餘嘅修飾。呢句說話嘅分量，恐怕只有真正了解鄧梓峰同李家關係嘅人先至能夠體會。有傳媒評論人喺事後撰文指出，鄧梓峰用唔想而唔係唔會呢個用詞嘅差別其實非常微妙。唔想係主觀意願，唔會係客觀能力。鄧梓峰選擇前者，意味住佢並非做唔到，而係唔願意。呢種表態既係一種自我保護，亦係一種無聲嘅抗議。有圈內資深人士感慨道：施明呢一世，台前風光無限，台後卻要面對咁樣嘅局面，實在令人心酸。而鄧梓峰作為妹夫，能夠做到今日呢個地步，已經算係仁至義盡。佢唔係唔想幫，係佢知道幫咗都冇用，反而會將自己搭埋入去。呢番說話雖然朴素，卻道出咗一個殘酷嘅現實。喺娛樂圈呢個名利場中，死後嘅安寧往往比生前嘅榮耀更加難以獲得。施明用佢嘅一生為觀眾帶嚟咗無數經典嘅熒幕形象，但喺生命嘅最後一程，佢卻連一個安息之所都冇辦法自己決定。呢唔得唔話係一種莫大嘅諷刺。而李詠漢究竟會喺何時
以何種方式公開施明骨灰嘅下落，又或者呢件嘢會唔會最終不了了之？所有人都喺度等緊答案。但有一點係確定嘅，只要鄧子峰仲喺度，只要佢嗰句唔想同李永漢有任何瓜葛仲被人記得，呢場牽動全港嘅大呼就遠遠未落幕。據悉，鄧子峰喺節目錄影結束後並冇即刻離開，而係喺 TVB 大樓嘅天台上獨自企咗好耐。有保安人員後來回憶話，嗰日傍晚嘅風好大，鄧子峰一個人企喺嗰度，手裏嘅煙一根接一根，好似喺度諗緊啲好重嘅嘢。當被問到諗緊咩時，佢只係笑咗笑話，喺度諗緊一個好耐冇見嘅人。冇人追問嗰個好耐冇見嘅人係邊個，但所有人心裏面都有咗答案。